臣拜見父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到。太子好生威风，竟然可以带着人杀进寡人寝宫。接下来，是不是就要逼宫弑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和祭地嬉闹玩耍而已。玩耍？你把宫里的大奸都伤了。这几个是儿臣寻来的力士，乡野鄙夫，不懂礼儀，举手没个轻重。此事也算儿臣的錯，回头儿臣好好调教便是。身为太子，行为放纵，谁人教导你的？寡人晚来一点儿，只怕继儿也给你伤了。这习武之人，破皮伤肉也是难免的。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只像要害。祭地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逆子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父王，让開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此刻怎麼辦？你們速速離去，休要讓父王抓了你們。你呢？身為太子，自然是要為大王侍疾了。對對對，我要為父王侍疾，隨時等待父王傳召。你們快走！是。走走。八子，八子，不好了！怎麼了？太子帶着3名力士到承明殿找公子繼尋釁鬧事。繼兒怎麼樣了？虧得大王及時趕到了。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鮮血。什麼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聽說情況非常危急，已經人事不省了。楚離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還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就來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們日夜兼程往回趕，這腿腳快的馬上就要進咸陽城了。今日才倒下，是誰提前把大王病重的風聲散出去的？風聲早晚要散出去，早一日比晚一日好。甘香，你怎麼能這麼做？這麼做也是為了大秦國本着想，豈能患得患失，因小而失大？你這麼做明明是火上澆油，推波助瀾。哎，老臣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。王后怎麼出來了？大王病重，後宮無人主持，這必然生亂。我只好不顧性命，私下做主了。你膽子也太大了！哎，王後，大王病情危重，臣妾不知如何應對，一切還由王叔做主。王后放心，楚離子必當盡心竭力。此刻後宮人心慌亂，還要王后主持。那是當然。王后，楚離子、幼香，大王如何了？大王跪體抱恙，後宮所有人等未得傳召，均不得進入承明殿。羋月，平日裡大王最寵你，此刻你更該識大體。臣妾只求為大王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。大王身邊有太醫診治，你們去了，不僅無用，反倒掣肘。如今必須事事以大王貴體為先，誰要敢驚擾大王，可別怪我不顧往日的姐妹情面。
王后如今還是戴罪之身，如何有權利對嬪妃們頤指氣使？大王並未下詔定王后之罪，誰敢說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勢，只怕是不會再放過我了。王兄，怎么樣了？太医令，大王怎麼樣了？哎，大王此症既勞神，更既大喜大怒，請大王珍重。寡人睡了有多久了？3日了。3日。太子何在？妻兒何在？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們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宮事務，如今由誰來主持？由王後主持。王后尚在閉門思過，何人讓得出來？是甘有相。當此混亂之際，若後宮無人主持，只怕會發生不測。罷了。王兄，大王，喝點水。喝點水吧。怎麼是你？大王，這幾日皆是王后帶着景應人在服侍大王。其他人呢？奉王后命，其他妃嬪皆在外殿候着呢。你們都出去。